高凯，天心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天心，高凯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天心？我也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。先起来。我来帮你。等等，你回办公室等我。哦，高凯，先送他回去。起来。小心。哎，李医生，哎，这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这边等我，我去看一下监控。喂，哎。你看啊，这是昨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独立病房的画面。天心就是这个时候回来的。是静儿带着天心回房的吗？嗯。没什么特别的嘛。看。哎，他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他要干嘛呀？看吧。静儿的手上好像拿着杯饮料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这杯饮料有问题。哎，天心他怎么晕倒了？哎，快给我切一下其他的角度看看。这是另外一个角度。啊，他为什么这么做啊？我就跟你说饮料有问题吧。所以说是静儿把天心迷晕了，然后放到我的办公室。从画面上看，就是这样。哼，静儿这样做太过分了，不行，我得报警。你等一下，我想问，静儿的过去，在你的心中到底是什么样子？除了工作上有些马虎之外，她的人品还蛮好的。那静儿对天心这么做，有什么目的啊？我怎么知道啊？我觉得他是被人操控了。操控了？这不可能啊！我还有段录像，这是2天前的深夜，独立隔离区的画面。你看，哎，那个不就是作者的房间吗？嗯。静儿在这干什么？关键就在这里。为什么她站那儿不动了？静儿应该是被催眠了。哦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如果院长你批准的话，我想跟作者见一次。行了。怎么样？还有没有不舒服？好多了。有关昨天晚上的事，还记得吗？我只记得昨天你送我回来，我就跟着静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没多久，他就拿了一杯热牛奶给我喝，说会让我睡得更好一些，我就喝了。谁知道我喝了之后，整个人天旋地转的，之后我就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跟表姐估计的一样。表姐她怎么说的？没事，现在她还在调查。
你不要想这么多，赶紧把自己身体照顾好。啊，高凯啊，你打开那个抽屉，拿个小包出来。左手拿出来。什么时候修好的？每天在睡觉之前一点一点的弄好的。我的那只还给我。给我戴上。跟我们当初买的时候，真的一模一样。谢谢你。如果我也可以像这枚戒指一样，能修补得像以前一样，那就好了。一定可以，相信我。我好像没有答应要跟你约会吧？我不是来跟你约会的。怎么了？事情不在你的掌握之中，有点不习惯吧？没有。我喜欢峰回路转的剧情。你找我是为了什么？我终于知道，你懂得催眠。